歡迎收睇 Travel by Ice 頻道。埃及之旅嘅第10集呢，我哋繼續係 Luxor 嘅行程。今集呢，帶大家去坐世界上最平嘅熱氣球，同埋參觀盧卡索神廟。如果你中意我嘅影片呢，記得按讚同埋訂閱我嘅影片，等我可以分享更多旅遊嘅資訊俾你。坐熱氣球呢，佢都分咗2個時段。一個咧就係睇日出嘅時段，大概係朝早5點鐘左右啦。另外一個咧就係7點鐘左右嘅時段。基本上咧，所有熱氣球公司咧，佢哋都會派車去到酒店或者去郵輪度接啲乘客去到西岸嘅起飛場。喺呢邊坐熱氣球嘅價錢咧，大概係由60蚊美金去到200蚊美金，我都有聽過嘅。咁所以咧，大家一定要格價，咁咧務求咧要爭取到最好嘅價位。而一個熱氣球咧，大概可以坐10至到12人啦，咁樣係視乎體重嘅。咁所以你上去之前咧，需要填一份表咧，就係講你嘅體重係幾多，避免咧喺個籃入邊咧體重分布唔平衡。咁除咗貴重嘅物品咧，其他咧都唔可以帶上熱氣球嘅。咁就算你孭背囊都好咧，咁都要放喺架車上。工作人員咧喺起飛之前咧，都會同大家講定着陸嘅姿勢，而且咧要大家做一次先。咁我就揀咗喺日出嘅時候搭呢個熱氣球，景真係超級靚，你可以望到個太陽慢慢升起，條尼羅河咧係變咗好似金色。當個熱氣球咧越升越高嘅時候咧，就會見到成個 Luxor，嗰個感覺係真係好震撼嘅。所以我係超級推薦，如果有機會嚟 Luxor 咧，一定要坐呢個熱氣球。大概咧就飛30分鐘咁，然後就可以喺上邊咧周圍影相。差唔多可以 land 嘅時候咧，工作人員咧就會叫我哋準備好呢個着陸嘅姿勢，你就會 feel 到個籃框咧喺個地下度彈下彈下，跟住之後咧就終於都停咗喺度。坐完熱氣球咧，佢仲會俾埋一張體驗熱氣球嘅證書你，咁證明你有搭過熱氣球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要去到盧卡索神廟啦。咁盧卡索神廟咧，同上一集介紹嘅卡納克神廟咧一樣，都係喺東岸嘅。咁佢哋咧兩座神廟咧係由一條長3公里嘅絲身入面帶到去連埋一齊。盧卡索神廟咧，佢最獨特嘅地方咧就係佢同時可以睇到法老時代嘅建築啦、羅馬帝國嘅改造，同埋今日仍然都喺度用緊嘅清真寺。盧卡索神廟嘅入口咧，可以見到咧，佢有一個方尖碑、2個拉美西斯嘅坐喺度嘅像，同埋一樽企喺度嘅像。咁其實咧，原本方尖碑咧，佢係有2條嘅。咁咧，而家另外一條咧就係巴黎嘅協和廣場，係由當時19世紀嘅埃及總督咧送俾法國嘅國王。而作為回禮咧，法國國王咧就送咗一個吊燈，佢就係我哋之前介紹薩拉丁城堡嗰一集入邊有提過。咁呢座神廟咧係由法老阿蒙霍特普3世為咗阿蒙神而起嘅。咁之後咧仲經過圖坦卡門啦、拉美西斯2世等等多位嘅法老咧不斷擴建。然之後咧，直到羅馬帝國入侵嘅時候咧，亞歷山大大帝咧亦都喺呢度留咗一啲痕跡，將神廟嘅一部分咧改咗做聖殿。後來尼羅河就開始泛濫，神廟咧亦都被淹埋喺啲污泥下邊。之後13世紀咧，阿拉伯人佔領咗盧卡索嘅時候咧，又喺呢度起咗哈加格清真寺。咁直到19世紀咧，神廟咧先慢慢咧再俾人考古發掘翻出嚟。所以咧，先有我哋而家眼前同盧卡索神廟融為一體嘅清真寺，而且呢個清真寺咧仍然都係使用當中。咁我哋咧都有入去參觀，但係入邊咧就唔可以影相同埋錄影。咁我哋咧
再向前邊走呢，我哋就見到一個柱廊殿，咁一共呢有32根柱嘅。咁柱上面嘅浮雕呢，就係刻咗法老阿蒙霍特三世，佢喺底比斯眾神面前呢進行呢個加冕儀式。而喺古埃及呢，每一年嘅新年呢，太陽神阿蒙、佢老婆穆特女神同埋佢個仔紅蘇月神嘅神像呢，就會由卡納克神廟一路抬到去盧卡索神廟。咁成個隊伍呢，仲會穿過尼羅河，象徵呢個生命嘅更新同埋國家嘅繁榮，係當時一個好重要嘅節日嚟㗎。然之後我哋再向前行呢，我哋就會嚟到羅馬時期亞歷山大大帝改造嘅聖殿。你會見到牆上面呢，就刻有亞歷山大大帝同埋其他嘅希臘眾神。